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嘛是来看上帝爱以色列人制作会幕的细节甲规定。兄姊妹可能会想讲，这经文甲我算关系咧？确实，咱已经无得遵守这细节啦。但是，当咱相信规本的圣经拢有上帝的启示，并且符约拢指向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就会当看出这经文的意义。第26章的第1节到30节是讲会幕即个破平的制作，咱看到即个会幕的即个模型图。即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即个破平，破平拢总有3层，每一层拢有无共款的布料，工非常的幼。但是第31节到第35节，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就是伫讲起会幕内面的遮物件。特别第33节就讲，你吊长梨，就伫伊的下底的所在，将发规放入伫长梨内。即个长梨是甲恁隔开圣所甲至圣所。咱就知影讲，当即个祭司因入去会幕，第一个看见的空间就是圣所，这是一个剖面图，互咱较详细看。伫圣所的内面有灯台，有烧香的坛，然后有放饼桌仔。然后会看见一地对顶面对到下面会安尼长梨，长梨的后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内面所藏的就是约柜。所以咱看见会幕就是安尼一层一层的安尼结构，这甲咱现代教会真开阔的建筑设计是非常的无共。伫现代教会，无论是倒一间教会，无论甚物人、甚物时想要入来教会，伊拢会当。所以咱的教会对拜一到拜六，咱无论是咱兄弟姊妹、社会朋友来去去非常的侪。当咱做礼拜时，咱来敬拜上帝时，也无任何规矩讲叫你一定爱洗身躯、爱穿甚物，也讲来见上帝之前袂当做甚物代志。伫咱的讲台也无任何布帘来隔开咱甲上帝的距离，咱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朝见伊来祈祷。你嘛毋免牧师来替你甲上帝献上什物款的祈祷，献上什物款的祭物。但是伫咱现代看做非常平常的代志，伫圣经的时代根本是无可能的，因为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进入会幕，嘛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伫会幕内面来敬拜来服侍。咱知影以色列人拢总有12个支派，但是只有中间一个利未支派的人，因会当服侍上帝，并且嘛毋是每一个利未人拢会当服侍。伊的身躯一定爱是健康、无瑕疵，袂当破病的。这阁无算啥，祭司的资格阁较严格，只有摩西阿兄阿伦甲伊的后代才会当做祭司，嘛只有祭司因会当进入会幕内面，将伊遮的长梨拆落来，放伫约柜，放伫放饼桌仔，放伫遮的灯台，甲遮物件包起来，然后交互其中的一个叫做高学派的人，互伊来搬。嘛只有祭司因会当伫会幕内面每工排班来服侍。所以咱看见这个规定非常的严格，毋是咱现代人所有的人会当想象的，因为咱现代是安怎？咱所有的人，无论你甚物人，咱拢会当进入圣殿来敬拜上帝。所以咱看见这个经文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好想象、真大的挑战。咱就知影讲阿伦伊是第一个大祭司，所以其他伊遮的后代、伊的囝儿孙就伫边仔帮助伊进行逐样的献祭。这个大祭司的任务就是伊每工早暗2摆爱进入圣所来点灯、来烧香，然后一礼拜1摆进入圣所来换这个放伫桌仔顶面的饼，然后是1年1届进入至圣所，为着百姓来献上罪祭。当伊去做这个代志时，伊拢爱备办好家己，清洗家己，并且亲自规矩因所规定的这祭司的服装，按照上帝所定的这规矩来办事。这个阿伦这就是这个画家因根据圣经经文所画出来安尼祭司服。伫祭司服的下面遐，咱看到黄的所在，是讲有天铃仔会点点点的声。为什么伫因的下
因为这时因若无用合宜的态度规矩来服侍上帝，有可能伫圣所、伫至圣所内面，互上帝杀死。所以伫外面的人，若经过一段时间，无听到即个铃仔的声，有可能即个祭司就死啊。所以有一个无法度查考的讲法是讲，这人会伫祭司的腰，也是骹来绑一条绳仔。所以若伫外面听话的人，因听无即个铃仔的声，就扭即个绳仔看卖。若祭司无反应，就知影祭司可能是因为无谨慎，互上帝拍死啊。然后就用即条绳仔将即个祭司来扭出来安葬。但是即个讲法是无法度来查考，无法度完全来确定的。毋过当咱看遮个规矩、看遮个制度的时，咱会感觉讲，哎呀，哪会遐尔啊细节，遐尔啊麻烦嘞？咱敢有可能做会到遮？咱无可能。但是对遮个咱看出来，就是因的谨慎、因的慎重、因对上帝迄种尊主最大的态度。所以你看遮个经文的时，咱大心会当来思考咱家己对上帝的态度。现代咱每一个人，我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但是我伫敬拜的时，敢真正是诚心实意，也是一直伫遐拄久来看手机仔咧？我伫生活各方面，敢是用对上帝的态度咧生活，伫对待别人的？虽然咱活伫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上帝袂伫咱无专心敬拜的时，互咱死。但是当咱人到心无到，这嘛好亲像是甲主的恩典永远来隔开。因为咱是照习惯来遮敬拜，咱是照习惯坐伫遮，但是咱较无法度去找着上帝做咱的意义，也是咱坐伫遮的目的。安尼人生甲死有啥物无共咧？所以你读遮经文的时，咱要充满感谢，因为上帝的恩典若无临到，咱即时咱要守遮个规矩，咱即时也无法度甲上帝亲近。但是上帝知影咱的限制，知影伊安怎行神者，安怎找派先知讲话，嘛无法度互人来回转回应伊。所以伊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伊拆离即个隔开圣所甲至圣所的张离，互咱会当甲伊直接面对面。伫路加福音23章44节到46节，有描写耶稣断开的情形。一中昼全地黑暗，到3点钟的时，日会光无去，电台的场对天移开。耶稣大声叫讲：“爸啊，我的神交代你的手。”这话讲煞，开就断。耶稣断开的时间，就是咱过来的拜五下晡的3点。当迄日，圣殿内面的场对中间来离开，这是啥物意思咧？即个让离毋是人的手去拆离的，这是上帝所行的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就是要互当时的人咱会当知影，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死，伊献上家己诚做永远的罪，用伊的性命来代替、来替赎咱的罪，所以咱无阁需要大祭司一年一届去将牛羊杀死，然后用即个死的动物来代替咱死。所以即个让离对顶悬到下面拢离开，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到20节所讲的。所以兄弟啊，咱伫耶稣的血既然得着好胆入圣所，对伊所甲咱开新搁活的路，按让离经过，即个让离就是伊的身体。而且甲咱讲，耶稣替咱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新就表示甲以前无共款。因为咱看出埃及伫旷野即个会幕，到新约的圣殿互毁坏，差不多有1500年的时间。但是入去至圣所献祭大祭司，袂超过100个，因入去的时间嘛无超过1500日。但是2000多年以来，全世界几啊十亿、几啊百亿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咱无时间的限制，只要你愿意，随
罪来永远的死。咱因为犯罪，咱才去着永远的死。但是，咱看见耶稣伊献上家己，伊是伫个顶一摆献上家己来做祭，毋是亲像以前的大祭司一年一届献祭，因为即个祭是有效期的。第二年你搁爱献新的祭，但是耶稣一届的献祭，就为着咱的罪来献上伊家己做祭物，伊替咱的罪做永远的赎罪祭，咱的罪就永远互耶稣的血来洗清。所以，伫遮咱袂当找着耶稣伊家己所讲的话来印证出埃及的即段经文。伫约翰福音14章的第60有讲，耶稣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袂飞。即条路就是咱会当直直通到上帝迄条路，毋免阁经过祭司的献祭迄条路，毋免阁经过祭司替咱祈求赦罪的迄条路，咱会当直直到伫上帝面前。活命代表啥？咱因为信耶稣，咱在世时，因为咱明白即个真理，所以咱会当有丰富的生命。咱知影咱生命意义在伫倒位，并且咱离开世间的时，咱的心嘛有确信讲，咱是要去到倒位。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这就是耶稣伊用伊家己的祭，伊家己的身躯来做祭，替咱来破除迄条隔开至圣所甲至圣所的障碍，互咱会当直接到上帝面前。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信耶稣敢无好？真正是好甲无通比。真侪基督徒找着上帝造因的目的，所以因无论伫职场，也是伫因的家庭生活内面，虽然毋是真好业，毋是真出名，但是因活甲非常有意义，并且诚做正人的祝福。也真侪基督徒伫面对亲人的死讯，虽然是带着不甘，但是确实有盼望的，因为知影以后会阁相见。会当有遮的态度，拢是救恩带互咱的礼物，毋是白白咱家己有的。伊咱家己知影，面对亲人的死讯，咱内面迄种绝望、迄种悲伤，是人的话无法度安慰的。面对咱未来要去到倒位，咱是心存非常多疑问。但是为虾米咱坐伫遮，咱会当确信遮个问题？这就是救恩带互咱的礼物。但是伫外面，也有真侪毋捌即个恩典的人，因毋知影安怎去面对即个充满变化的人生，因嘛毋知影安怎去面对即个目睭看袂见未来的迄个世界。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真感谢上帝，因为真侪观念已经亲像是 DNA 刻伫咱的内面，所以咱会当活到非常的自在，咱无惊吓。遮物件对咱来讲，就是亲像喘气共款，呼吸非常的自然。但是若对旧约看过来，咱就知影，这是旧约时代人想象袂到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咱会当享受恩典，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毋过兄弟姊妹，你有珍惜安尼的恩典吗？你有看重安尼的恩典吗？你有定定来到上帝面前吗？当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伫一年一摆的赎罪日来进入即个至圣所，甲上帝甲伊面对面的，伊所看见就是即个约柜。咱顶一次有秀过即个约柜的图，即个约柜内面藏的是上帝所刻10条大的石板。约柜的挂是金仔所做的，顶面有2个金仔所做的基路兵，面对面起实。基路兵就是上帝的天使，因伫遐维护上帝的圣殿。亲像咱回想伫创世纪，当亚当夏娃因无赶出即个埃甸园了后，上帝就派基路兵看守即个埃甸园，互人无法度来就近上帝的阳光。所以基路兵伫遐是咧维护上帝的阳光。约柜的即个挂是啥？就是施恩的座位，施恩座。伫出埃及25章第21节到22节，上帝甲摩西讲：我要伫遐甲你住
法规定，两个机动兵在中间，甲你讲我要还付你，还互以色列人一切事。所以咱知影，伫约规顶面的即个卦，就是两个基督兵伫遐的安尼一个卦，就是上帝临在人中间，人来讲话的一个所在。所以每一年当大祭司进入即个祭圣所，伊就爱将即个祭冕火压伫即个施恩宝座的顶面，然后上帝就赦免人罪，来甲即个大祭司讲话。但是现在咱毋免安尼做，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压，所以咱会当直接来到即个施恩恩典的宝座。伫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讲，所以咱已经有大的这石头，上帝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就着接手所承认的，因为咱所有的这石头，毋是话话体贴咱种种的软弱，就是凡事边边有受气，若是无做，所以咱就好胆就问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着恩典做及时的帮助。而且甲咱讲着，耶稣为着咱，互咱会当进入上帝的施恩宝座。但是咱有当好胆就问施恩的座位，就互咱想着伫旧约中间，才伫至圣所内面服侍大祭司，因仔非常的忠心，非常的细腻，因为一个无专心，因就丧失因的性命。但是耶稣伊捌世间，伊知影咱的软弱，所以伊请做大祭司来帮助咱，互咱毋免阁亲像以前的祭司，遐尔行来就问上帝啊。所以咱即摆无约柜，这约柜去到倒位，无人知影。安尼咱是要安怎来到施恩的宝座头前呢？这个施恩的宝座对现代人讲是新的嘞，无过是迄个约柜啊。这个施恩的座位，就是咱每一个人甲主面对面的一个时刻。咱伫这个时刻来向上帝摆列咱的心思意念，然后听候上帝对咱的讲话。所以用这个现代的话来讲，这就是祈祷。做祈祷做久啊，咱虽然真惊讲工地开会，家己聚会时，请你起来祈祷，但是至少咱伫私底下的祈祷，咱拢每一个人拢会晓祈祷。毋过，当咱来到施恩的宝座的头前的时，咱咧祈祷的时，敢定定是心喙合一，也是咱是口是心非的。有一个农夫，伊非常的有钱，伊嘛定定会为着一寡送养的人伫遐来祈祷。伊祈祷的就是讲啊，爸啊，恳求你互遮个真送养的人，互因会当得着食饱。但是每一摆有人来家求讨米粮的时，遮个送养的人来求讨米粮的时，伊拢是回答讲：哎呀，歹势，阮兜无物件通帮助你。所以伊实际上伊是一个非常当生的一个人。有一天早起，伊嘛是搁伫遐为着遮个送养的人祈祷。爸啊，恳求你手术互遮个送养的人，互因会当食饱。祈祷煞，伊囡仔就来找伊讲：爸爸，我足想要爱一项物件，你知影是啥无？这个农夫就回答讲：我毋知呢。囡仔讲：我想要爱你七庄内面的麦仔。这老爸感觉非常奇怪，就问囡仔讲：你要遮物件要创啥？这囡仔回答讲：我要将遮麦仔分互送养人，诚做上帝回应你替送养人所做的祈祷。这老爸听到非常的见笑，伊虽是替遮个送养人祈祷，但实际上伊无用伊会当做的遮个行为去实际去帮助遮个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口是心非的祈祷。另外，嘛定定听起咱的兄弟姊妹咧分享讲，当咱将咱真实的问题放伫祈祷内面的时，咱拢渴望会当伫祈祷内面会当得到上帝的答案，咱会当知影上帝的旨意。但是咱嘛永远以安尼的态度咧祈祷，就是将上帝看做是一个不断势力咧转的一个上帝。上帝啊，你来解决我的问题；上帝，你来解决我的疑问；上帝，你来变做会当满足我所有需要的阿拉丁神灯。
无袂记哩，上帝旨意就是上帝旨意，毋是咱的关心。既然咱愿意顺服上帝旨意，咱就袂当期待上帝旨意会当成做咱的填空题的答案，因为上帝看比咱较远，伊收的答案比咱搁较悬。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来到师傅的座位前，咱当然会当为着咱家己的需要来祈祷，但是就亲像是一个囡仔咧向伊的老爸求讨物件，当即个囡仔2、3岁时，伊还毋是真捌代志，伊就学袂求，想要爱啥就求啥。但是当即个囡仔渐渐大汉，伊哪来哪成熟，伊知影毋是所有伊爱的物件，对迄当时的伊是上有适当，是上有帮助的。伊就有当分别讲，什么是老爸无欢喜的，什么是会当求的。所以，咱爱受造就，咱爱受训练，互咱信主的心智会当哪来哪大汉，咱就袂阁亲像即个2、3岁的囡仔共款，随便求，学袂求，求无，搁伫遐埋怨上帝。但是基督徒咱毋是追求伫至圣所内面，伫师傅的宝座的头前，伫遐来生活尔。咱袂当逐工伫遐祈祷、读圣经、自会就到遐，因为咱领受恩典，咱就爱行出即个会幕外，甲别人来做伙来生活。伫生活内面，透过咱的好见证，只要上帝允准，就会当将这还袂明白救恩的朋友来带到上帝的面前，互因伫圣神感动下面来认罪悔改，然后因就会当进入至圣所，享受因家己甲上帝面对面的迄个甜蜜。所以你想我为虾米我袂当逐工就秘伫至圣所，我享受恩典，享受上帝甲我的关系就好啊吗？为虾米袂当呢？因为耶稣已经将伊大祭司的职分交代互咱。伫彼得前书2章第59甲第90有讲，恁就问伊来亲像活石，徛做心灵的厝，做神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才着地。独独恁是拣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叫恁出黑暗入光明的普照。是遮，互咱看起，咱每一个跟对耶稣的人，是王也是祭司，就是君尊的祭司。互咱是王，因为上帝互咱有王的权柄，会当伫即个魔鬼掌权的世界行出上帝的气力，并且上帝嘛有互咱祭司的职分，互咱会当为着别人祈祷，互咱会当带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咱知影宗教改革有一个物件叫做万民祭司，这毋若是一个口号尔，伊是圣经的教导，就是咱成做祭司的每一个人，咱爱带人捌罪、认罪，然后将伊带到上帝面前，互伊会当恢复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种真艰难的挑战，一种真艰难的呼召。咱成做祭司，毋是提升咱的身份尔，是一种呼召。因为咱基督徒的生活甲信仰毋是分开的。咱进入教会，咱伫教会认识讲，主啊，我愿意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亲像你。但是当咱转去咱的职场，转去咱生活现场，咱开始歹代志做透透，这就毋是一个圣洁的祭司。咱搁去转来想讲，伫旧约的祭司是安怎伫遐来应办因的服侍嘞？因大心清起家己，用敬畏上帝的心伫遐服侍。但是咱嘞，咱活入现代的祭司，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敬拜上帝？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咱生活每一个代志嘞？另外，祭司的职分是爱带人甲上帝搁好恢复迄个关系的。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19节有讲，搁万项事拢是出于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搁好，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搁好的职分交互咱，就是上帝点伫基督，互世间甲伊搁好，搁将伊的罪权归伫因，也将各
种说服力，去劝人甲上帝来搁互咧。人看你就是讲你家己拢无做一个好的反省，你是要安怎有一个好的见证来劝人甲上帝搁互咧？所以对遮会当知影，无论是伫会务、服侍、圣殿服侍的祭司，也是生活伫现代，咱遮的祭司拢是无简单的，因为咱本身有太侪软弱，并且咱也拄着真侪试探引诱，互咱无法度活出一个圣洁的反省。所以，当咱要行出即个会务，进入世界生活进前，咱家先爱进入至圣所，咱家先爱甲上帝有迄个亲密的关系，咱才有气力会当活出好的见证。因为咱知伫世界的生活非常无简单，咱若无对上帝遐领受气力，咱无可能面对，搁较免讲，互人看出咱是上主囝儿的反省。所以除了每一工咱读圣经、祈祷，咱嘛需要有教会生活，咱需要有同心的兄弟姊妹鼓励，因为一支茶，咱若甲抽离开迄个火堆，伊就慢慢会火去。所以伫希伯来书第10章21、22、25、50有讲，说既然有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咱就用真实的心，充满信，心已经受野，免受良心责备，身躯也已经受清水洗来亲近上帝。咱所仰望的已经有承认，打着坚固即个承认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心，搁着大家相劝告，来激起仁爱，甲行好，毋通放煞恁的自卑，亲像有人惯是安尼，就是着相劝勉，一个看见迄日君就较着安尼。上帝的家是甚物？上帝的家就是教会。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咱，咱爱伫教会互相劝勉，互相来激励咱伫世界过即个祭司的生活。所以，毋通讲咱无若是家己的祈祷、读圣经，咱嘛需要信用团体的扶持。所以，咱兄弟姊妹中间要有真济，也袂找着适当的团体，也是小组来参与的。嘛，毋茫讲咱会当找适合咱的团体小组，会当来参与，因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咱若无彼此的激励，咱进入世界非常容易，互即个世界同化、互稀释，咱就毋知影讲我要安怎来行天路，因为咱无法度，咱无气力。所以今仔日经文甲咱讲，进入至圣所，然后咱来行出即个会务，这是两种完全无共款的处境。至圣所内面是属灵，是永远，是丰富供应。但是当咱行出会务，当咱行出教会，咱就爱亲像耶稣共款，面对迄个逐样的试探、攻击，陪咱的十字架，行十字架的道路。但是非常奇妙的是，耶稣无讲恁就离开即个世界，耶稣反倒是爱咱进入即个世界，爱咱诚做圣洁的祭司来服侍伊，来服侍灵魂。所以，毋茫透过今仔日即段制作至圣所、制作圣所遮规矩的遮经文，毋茫咱会当先来观察咱家己的内心。咱坐伫遮，但是咱的态度敢有失错？咱若有失错，求主来调整，并且咱